过来，台语一句短短的话都足侪语言嘛，哦，比如讲，欧巴桑讲，伊要请假，欧巴桑讲伊要请假，你看，短短一句话，几种语言，欧巴桑日语，讲台语，伊要请假。欧巴桑讲伊要请假了，一句话有3种语言啊，哦，这是台语，足平常的代志，哦，迄个，咱若有去哦，顶个去美国，有美国的朋友无？台湾去的朋友，伊咧摇烟啊，变甲袂掂。哦，伊就讲，伊个就是啥，甲台语、个英语拢甲南做伙讲无？哦，婴啊，摸靠啦，乖乖哦，等下吼，咱同齐来去死，我则拍某互你看。伊甲这个海边啊，这个球，我都啊，我等下则拍某互你看，哦。啊，有一届我就换人去美国，啊，我的同学啦，啊，伊就敲电话来，足好，伊讲要请我食饭，啊，我就坐伊的车，啊，去甲餐厅，啊，餐厅伊就先讲，啊无吼，我先落去，吼，啊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啊，你先落去。啊，我要去遐拍一个琴，你啊，我要去遐拍一个琴啊，哦，这伫美国都听有诶啦，伫外国啊，哦，拍琴嘛，停车啦，哦，我要去遐拍一个琴，哦，啊，足熟悉哦，哦，一句话英语若咧讲，哦，啊，就这啊，台语。国语啊，日本人啊，若咧讲。